先生听讲，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就是已经解说甲正文第59页，解说甲正文第59页，对头顺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2节，就是解说甲发生本无生灭起来，你定尽做。即嘛应该呢，来说来解释一遍。一边就是我以你说一句，明月真假动静机，你定上处此句以我以动，以此修行不失宗旨，将经作力，清事作机。即嘛应该呢，就是来解说这道理。在要来解说这道理以前，对于发生本无生灭起来这句呢，来根据六祖慧能大师金刚经的口诀，也做一个补充的说明。在六祖慧能大师金刚经的口诀内底就安尼讲啦，讲圣贤呐，生不因念，应即而生，欲生即生。太必明，故机生之后，万疾之性，以求淡然，无体相，无看界。机照万法，如青天白日，无何法稳定，故能建立一切善法，遍离三界，不见其效。接受一切众生归于寂灭，不以为道，苦之不能来，得之不能去。随托四大为行，五行为用，皆我所教。未上妄言，我言较真啊，我亦当别，为义其之，如来其义，以我何以在？这就是咧说明啊，发生本无生灭起来这段道理。因为在金刚经内底呢，要说明无去无来的这个意义，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就安尼讲啦，讲圣人或者是贤人啊，伊来世间出世啊，不因念，毋是讲因为有这个妄念，有这个贪念啊。才来世间出世。那是咱一般的众生呢，就是因为妄念、因为贪念啊，所以咱才来世间出世。但是呢，圣人贤人确实毋是，讲是应节而生啦。这应节而生的意思，就是讲，咱是为着要来度化众生啊，应着这个度化众生的事迹啊，所以才出世在世间。欲生即生啊，不太避免。讲若想要来世间呢，就可以来；就是讲要来度众生就可以来。毋免讲，等咱在什么所在爱离开啦，咱即马才过到这个世间来啦。并不是安尼。一般咱人都毋是咯，一般咱人假定讲咱若是另外在一个所在，伫伫咧生存，要搁再去另外一个所在转生。那必须呢，迄边的生命结束啊，才会当转到另外一个所在来。但是圣贤啊，乃是应化而来，所以就毋是安尼。因此呢，既然来这个世间出世了后呢，万疾之性啊，我那是依旧淡然，是无体相、无看界，就是讲来去，这只是一个外表。也本性就是这所讲的发生呢，本来也是淡然。这个淡然就是无来去，也无生灭。讲机照万法呢，如青天白日无何法地带。也以这个淡然的本性，发起了智慧的教育，来照了万法啦。就敢若参有这个青天白日共款，就是讲天真青。也当时白日，迄个日头真光咯，所以呢，拢无一点仔镜
袂去照着。意思是讲，伊即个智慧作用呢，是普照一切，因此呢，才会当来建立了一切善法，也遍在行差法界呢，不见其少。就是讲，无看到一点仔仔减少。一句话讲，就是讲，会当好啊，遍尽虚空法界，会当好来发起的妙用来受一切善法，接受了一切的这个众生来归结别也不离为道。就是讲呢，这个佛菩萨因呢应化了，会当好度一切众生来归结别，但是却是不以为道。这个众生归结别之性，这个结别之性也无增加一点仔囝，也这个结别之性发挥了智慧的功能，来建立一切善法，遍于三界，也无减少一丝仔囝。苦之不能来毒之不能去。就是讲，你赶呢嘛赶不来，你赶嘛赶不去。意思就是讲，法性乃是本来是无起来物件。所以呢，虽然是假借四代作为这个身躯，也有这个金木水火土的这个五行，也来运行。那么在这个世间咱生存做一个人，拢是咱的这个家体，这种家体而已。那对这个家体呢，将来我未去甲伊认唔着去，所以叫做讲做未上妄认啦。讲我呢，在这个世间的缘尽就应该爱离开世间，位移其志，如来其意那么就是讲，既然缘尽就爱去了。那么这个去呢，只是肉体生灭。那么甲我本身呢，有什么款的关联呢？所以就讲做以我何以在？就是讲甲我的这个本性本来呢就无什么款的关联。这是在《金刚经》的口诀内底六祖慧能大师来讲这个气来生灭只是在外表。那这个气来生灭只是在外表，伊的发性本无生灭起来。这呢，咱会使咧摕迄个海水海涌，或者是呢摕迄个金气来甲说明。比如讲，这个海若是透风就加这个海涌起来。风透较大，迄个海涌就较大；风透较细，海涌就较细。若无透风，海涌就无去啦。所以这个海涌，迄个水泡呢是有生有灭。那这个水泡有生有灭，但是迄个水的本性。水的本质原然存在，无论你这个海涌是偌大，无论是讲海涌的有海涌的无，那么甲迄个海水无关系。只是这个海水，互迄个风架起来变成水泡。即马风若无透呢，就恢复迄个水的本性而已。那事实上呢，这个水是无有增减，也无生灭。甲金嘛是同款咱在这金流的所在来拍这个金器，那拍这个金器，这个时阵，你金器无论安怎甲拍，比如讲咱现在是甲拍一个金鱼钩，即个金鱼钩毋系啦，变成金手指，安尼就变成讲金鱼钩的相无去金手指的相走出来，变成有生灭咯。但是生灭只是外表上，并毋是因此讲迄个金会减少，或者讲金会增加拢无。所以呢。金质的本身是无有生灭，无增减。用安尼来去甲体会，我相信应该可以了解。那现在是咱即马就来稍微解释一遍。讲我以你说一句明月真假当真假。因六祖慧能大师呢，伫这个所在就要甲开始咯。既然看这人在修行毋知是修到倒去，听讲要离开世间，哇，大家就安尼。起烦恼啦，大家就悲伤啦，所以就甲因骂啦，讲恁为什么安尼在悲伤到底恁是伫山中修行修这几年是咧修啥物还是为着啥物人伫咧悲伤我自己呢已经了知了生死的根源，
你伫为着我悲伤啥物？换一句话讲，就是讲我会当了脱生死，你悲伤啥物啊？事实上，发生本来呢是无想得起来我离开世间只是讲这个肉体而已发生永存的世间，有啥物好悲伤呢？所以叫讲恁大家拢坐咧。讲我呢要来甲恁讲迄个一个机，那一个机叫做啥？名叫做真假动静机。真假动静机意思就是讲，啥物是真，啥物是假，啥物是动，啥物是静。要来讲这个真啦、假啦，或者是动，或者是静的这个机。讲拟定上处处机一五一动。讲恁呢爱来上这个机这个处呢就是来甲伊采来用的意思。讲恁来当好来上这个机会当好从这个机来甲伊采处来，安尼恁的这个心呢就会当甲我共款。就是讲恁就法度好达到我共款的这个意境这个心境可以达成了。依此修行呢就不失宗旨。讲恁若是会当依着安尼来去修行这个宗旨就袂去失掉去再讲做依此修行不失宗旨。下边讲众经作例，清师作机这个众经就是讲大众经就是讲在着做慧能大师门下这弟子作例就是讲向慧能大师来甲顶礼。顶礼了呢，就清师作机清师作机就是讲来请六祖慧能大师来做这个机。下面机约这个机约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呢，就来开始讲出伊的机咯。这个机是啥物呢？下面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以真。若见以真者，是见真非真。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有情即界动，无情即不动。若修不动行，动无情不动；若灭真不动，动常有不动。不动是不动无情无种。冷善分别相，依第一义不动。但作如此见，即是真如用。报诸学道人，努力使用意，莫以大成文，曲折成书底。若言下相应，即用论乎义；若实不相应，合众令欢喜。此中本无情，正即失道义。执业正法文，自成入成事。时多将文说机意，铺盖作例，平体思义，各各摄心，依法修行。经不甘情，乃伫大事，不久自息。即摆呢，就是来解说一下机啦。这个机名叫做讲，叫做真假动静机就是来论这个真论假也论这个动静等等。第一句就是一切无有真。这个一切呢，就是咧自然世间的这万法。无有真呢，就是讲无迄个真呢。安尼名叫做一切无有真。也就是讲，在咱世间一切万法的上面是无有真的这个物件存在，无另外一个真的这个物件会存在。下面讲不以见以真若见以真者，是见真非真。这个不以见以真，意思就是讲，唔通呢，将咱世间一切这有为之法，该看当作讲这就是真的。那这句呢，就是等于搁再加强前面迄句话，因为一切是无有真，
咱世间一切诸法呢，拢毋是真诶物件。那既然毋是真诶物件，你毋通甲当作讲，这就是真诶。在世尊所讲诶三法印其中啦，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那这个诸法无我，也就是遮所讲一切无有真诶意思。既然佫都讲做我，就是有一个个体，或者是讲有一个主宰。毋过咱世间，互咱看会到所有遮物件呢，拢是无一个个体，也无一个主宰。咱世间无论倒一项物件，一定拢是由这个因成，就是讲因缘所成。那这个因缘就是条件意思。无论是一项代志，无论是一个物件，一定呢要有真正这迄个因缘条件来集在做一伙。这个因缘条件若是成就啦，安尼呢，这个物件呢就会当成立。那这个因缘条件若是无成就呢，这个事物啦就不可能成立。所以咱世间的一切万法，拢毋是真的，毋通呢，甲当作讲这就是真的物件。但咱世间的人，个个呢，拢是将咱目睭看会到的，耳孔听会到的，咱鼻孔所闻的，咱的喙齿所谈的，身躯所接触的，这个色声香味触的五尘境界甲当作讲这就是真的。因为咱呢，拢甲当作讲这就是真的所以才在这个所在呢，伫互相争夺，互相争执，在互相争夺、互相争执中呢，就患得患失。所以嗰种叫做烦恼，就是讲恐惊咱要追求的得袂当着，伫咧烦恼啦。比如讲咱要趁钱，或者是讲要爱得到地位，在要趁到钱，未得到地位当时呢，伫咧烦恼，要安怎样才会当趁到钱，要安怎样才会当得到地位。这个烦失就是讲，既然钱互你趁到啦，或者是讲地位互你得到，又搁在烦恼，惊讲这个地位去失去，惊这个钱呢去无去。为什么？就是将这个世间虚假的物件甲当作真的。这呢，咱就是叫做迷惘的众生。这个迷惘的众生，若是依照咱教主释迦牟尼佛看起来，敢若像啥呢？咱世间的人将希望不实的物件甲当作真，然后佛祖看起来，就等于咱大人伫咧看囡仔，伫咧佚佗，伫咧办高火共款。咱现做些囡仔呢，是有即款的买佚佗的即个物件，就是讲做玩具啦。但是咱较早的囡仔无当买即个物件来耍，也买袂起啦。较早人呢经济较歹，所以囡仔呢，家己就到外面去办家伙这办家伙呢，就是在耍咯。几个囡仔呢，伫咧耍。即马呢，就去摕咧破碗啦、破碗公来啦。即马呢，就几粒石头角咧。面顶呢，就摕几皮树叶什么伊也要煮饭啦，要煮菜，就对伫遐做这代志。那在这时，比如讲有2个啦、3个啦，即马呢对迄个树叶呢，比如讲捡着两批树叶尔，哇，3个人就在抢啦。即马抢来抢去呢，大家都起冤家啦，都哭啦。事实上，那你抢的是要创啥？迄是毋是会食哩呢？袂食哩。但是因为伫咧办高火呢，所以就当作就是真的啦。咱大人看，这囡仔太戆安尼所以即马大人呢，看到遐囡仔伫咧抢迄个物件，因为囡仔呢无法度讲手贪真悬，搁再去挽迄个树叶咯。树叶无落落来，在树骹只有2批3批尔，伫咧抢。即马大人看咧，即马手伸起来，对迄个面顶树叶讲来，加挽几回，伊就欢喜起来。那这个名叫做红叶之体。意思就是讲，伊将这个假物件当作真的。在迄个时阵，我相信你若讲无1块银互你，或者是1角银互你，你毋通伫咧烧钱，伊袂，伊毋爱钱伊是要抢迄个树叶事实上，迄个树叶踏入1块银，踏入1角银嘛无可是要抢迄个物件，迄就是一种执着。所以你迄个时阵，你用钱互伊无路用，你不如呢，搁去原来共款办迄个树叶花。就是讲，伊爱迄个物件，伊有迄个欲望，你
随着伊所吼，安尼互伊就无代志啦。若是佛祖呢，看咱众生伫咧争论啦，在即个虚假以为法上伫咧争呢，就像咱大人伫看囡仔伫伫办过会伫去冤家共款。所以，六祖慧能大师直接才讲做一切是无有真啦，不以见以真。毋通呢，将即个世间的物件当作讲都是真的，安尼来去伫迄个所在伫争夺。讲若见以真者，是见真非真。讲假若你若是见以真，该当作讲这就是真，也哪呢？是见真非真。讲你这所看呢？完全拢毋是真的，因为世间一切法本来呢就是即种的即个虚妄的物件，所以即个虚妄的物件，你该当作讲这就是真，安尼你所看呢，这已经是完全错误啦。下面讲若能自有真啊，理假即心真。若能自有真。讲假若若会当好在即个自心的所在，来去了知有一个真的即个体性伫遐，安尼好做若能自有真。讲离假即心真，讲你若离开即个假呢，那么即个心就真啦。即个离假即心真的意思，就是讲你若是离开即个假相，那当处呢就是真。安尼叫做离假即心真。讲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讲你自己的心呢，你若是无离开即个假，也哪呢是无真的物件。何处真？就是讲万法何处有即个真的呢？即几句话最重要也是。离假即心真，那这个离假即心真的意思，咱搁做讲做离假即心真呢？这个假就是咧指一切万法的假象，也这个万法的假象，咱自己的内心，若是会当好来悟，就会当去体会到，会当好体会到这个万法拢是假的这个所在啊。那你这个真心呢，就当显现。那这意思就甲迄个万法为一心嘛，心过无别法，的这个意思共款。所以对于这个一切无有真去到甲迄个无真何处真拢总呢有八句偈。对于这个八句偈，咱即马搁再来做一个补充的说明啊。那较简单讲起来，六祖慧能大师所启示的呢，就是讲你毋通在咱世间的这千差万别之法的所在来去执着，毋通做这个物件当作讲就是真的。那么伫遮所讲这个真是啥物真呢？就是这个将虚假之物当作讲都是真实的物件譬如讲一蕊花，那这蕊花呢？这是今仔日开，明仔载后日都谢去了。你会当将这蕊花当作讲是永久存在嘛？那这个花开花谢，这是真实的物件。所以你自这个当作讲这是真的，那这就是错误了。当然，这个花开花谢，这是时间较短，咱容易了解啦。不过呢，对于山河大地，或者是讲。咱所看这个建筑物等等，因为伊这变化真慢一间厝起咧，最起码嘛是要才几百年才会歹去咯。所以你自这个当作讲，这就是假，一般人呢无容易体会。但是你呢，在这的差别，各个差别现象的上面，你家当作讲，这就是真啦，安尼就是错误。那你这个真要对去找呢？就是在你离开这个假象的所在。那所以，讲做离开假象，事实上呢，并不是讲叫你远离的意思。这个离应该就是讲无执着无颠倒。你会当好了解，
你会当了解讲，这就是假。哦，你对于即个假的物件，你莫甲伊当作讲就是真的。安尼迄个所在啊，你即个真心体性呢，才有法度来体会啊，才有法度来显现着即个真心体性出来。啊，咱即马摕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比如讲，你将迄个水泡，甲伊当作讲啊，这就是一种水泡而已。你将即个水泡甲集中，个就是真。要若你袂在迄个水泡迄个所在呢，可能啊，你就无法度好体会讲，迄个水泡是水，迄个水互你体会袂出来。你若当了解讲啊，迄是水泡是假啦，也迄个水泡伊的本质是水啦。要若呢，你才有法度好来去体会到迄个水的即个本质。金仔嘛是共款啦，你假定讲执着在外面迄个金线狗、金手指、金破链外表的即个差别上，安尼呢，你无法度甲体会讲，这就是金的物件。你必须了解讲啊，这无论金线狗好、金手指也好、金破链也好，这拢是假。哦，一旦好了解，这就是假的一个上迄个所在呢，你才会当体会迄个金仔的即个本质出来。伫遮廖作慧能大师所讲的这八句偈啊，也就是这个意思。总共就是讲，咱啊，在一切有为法上，毋通啊去起这个分别执着，在这个所在才会当体会到真理。最轻先听讲，咱今这部时间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诸位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